各位弟兄姊妹，主內平安，我係梁素梅傳道。今日同大家分享嘅經文係詩篇26篇1至到12節。詩人大衛將自己純全無辜同惡人嘅罪嚟到作比較。整篇嘅詩篇可以分為3個嘅段落，1至到3節就係請求神嘅判斷，4至到7節就係表明自己嘅無辜，8至12節就係禱告求神嚟到施恩救贖。喺1至3節，詩人一開始就嚟到向神發出一個嘅請求神為佢嚟到主持公道。情景就好似喺古代嘅人，佢哋去到衙門面前嚟到擊鼓鳴冤，尋求嗰啲嘅官員嚟到主持公道，盼望能夠沉冤得雪。而詩人就係力證佢自己係一個向來行事純全、願意倚靠神嘅人，即係表明佢自己係一個行事正直、全心全意嚟到倚靠神嘅人。詩人為咗表明佢嘅無辜，佢就求神嚟到察看、試驗同埋熬練佢，以證明詩人係一個光明磊落嘅人。喺第4至到7節，詩人進一步表明自己嘅正直，強調佢要同嗰啲嘅惡人嚟到割席，斷絕一切嘅關係，包括唔會同嗰啲奸詐嘅人嚟到同坐，唔會同嗰啲虛偽嘅人嚟到來往，並且表明恨惡嗰啲嘅惡人嘅聚會，決不與惡人嚟到同坐，甚至以洗手嚟到表明自己嘅無辜，然後就環繞神嘅祭壇。喺聖殿嘅門外有洗手嘅設備，係讓嗰啲朝聖者喺進入聖殿之前嚟到洗手，作為禮儀上嘅潔淨。而喺列王記上第8同埋第18章，亦都提到有人嚟到祭壇前起誓，求神嚟到垂聽禱告，亦都有人嚟到圍繞着祭壇嚟到行走，向神去禱告嘅情景。而詩人就決心同嗰啲嘅惡人切斷關係，以表明佢願意嚟到尊神為大。最後去到8至12節，詩人就向神嚟到禱告，求神唔好將佢同嗰啲嘅惡人一同嚟到消滅，因為嗰啲嘅惡人嘅右手，佢哋充滿賄賂，意思即係佢哋毫無公正。與詩人嚟到相比，佢行事正直，呢一個係形成一個強烈嘅對比。因此，詩人祈求神嚟到救贖同埋憐恤佢。從今日呢一個詩篇，讓我哋去睇見詩人大衛，佢雖然落喺一個仿佛有冤無路訴嘅光景，但係佢對神有一份堅定嘅信念，相信神係一位鑒察人心、施恩憐恤人嘅神。因此佢就堅定同嗰啲嘅惡人嚟到切斷關係，期盼能夠蒙神嘅憐恤同埋看顧。而詩人亦都願意必定嚟到稱頌耶和華。喺我哋嘅人生路上，我哋或許會經歷好多嘅挑戰，會遇到一啲唔公平嘅事情，碰到一啲奸詐兇險嘅惡人。我哋嘅心裏面有陣時可能都會感到憤怒、懷恨、懼怕或者係失落。盼望我哋都唔好灰心，我哋一齊嚟到學習仰望耶穌，因為神佢必顧念我哋。我哋一齊同心禱告。親愛嘅天父，你係嗰位滿有公義、恩典、憐憫、慈愛嘅神。我哋喺生活嘅裏頭，或許會經歷一啲不公不義嘅事情，亦都可能會遇到一啲心裏充滿奸詐嘅人。求神嚟到教導我哋唔好以惡還惡。神係一位掌管萬有、鑒察人心嘅神，願我哋都能夠以純全正直嘅心嚟到去信靠神、跟隨神。感謝神垂聽我哋喺你面前獻上嘅禱告。我哋嘅祈禱係奉靠主耶穌基督寶貴嘅名字祈求。阿門。